Hello，大家好，歡迎收睇稅務的事，我係阿的。咁咧今日講嘅話題咧就係關於市民稅。咁市民稅咧大概每個年度咧就會喺5月底至到6月左右咧就會如果你喺日本已經住滿1年咧，你自然就會收到住民稅、森林稅呢個資料噶啦。咁呢個信封裏邊咧，咁就會有一個有個簡介嘅說明書啦。當然同埋咧，佢會有一份一整年度到底要交幾多稅嘅一張 form 啦。同埋咧有一整年份，由今年嘅7月份到出年嘅6月份嘅一整年嘅要繳交個 form。點解要講呢個話題咧？就係話有啲朋友咧就問，到底呢個市民稅、富民稅、森林稅咧係屬於邊個要繳交嘅？屬於公司定係屬於個人嘅？咁個答案咧係屬於個人嘅。由於咧你上年如果喺日本住滿咗1年之後啦，咁你就需要繳交呢個市民稅。咁咧可能你會發覺有啲人會收到，有啲人未收到。收到與唔收到之間咧，就係睇你到底已經住滿咗一年未。住滿咗，如果又有入息嘅話咧，計算完之後咧，你就會收到一整年份嘅住民稅、森林稅啦。好啦，頭先講到啦，就話點解唔計入公司度咧？咁其實就公司有公司要繳嘅法人稅啦，然後咧你哋都會知道咧，每一年嘅年頭啦，咁你哋會繳交一個叫完全稅，就係所謂嘅你哋嘅入息稅啦。咁呢兩個咧係兩樣嘢嚟嘅。第一個咧法人稅咧係屬於公司嘅，第二個咧就係完全稅咧係屬於個人嘅。因為你收到公司嘅薪水啦，咁一整年落嚟之後咧，你哋要向政府咧就將你個入息申報咗上去之後咧，就會計出一個金額咧，就係你哋嘅完全稅，每一年嘅年頭要交嘅。好啦，然後呢個市民稅、富民稅、森林稅呢個咧，就係由於你咧本身就喺日本裏邊啦，已經住滿咗1年啦，就會自然會產生嘅另外一個稅金嚟嘅。而呢個稅金係屬於個人，但係由於咧，因為本身一開始嗰陣時咧，你出糧單嗰陣時咧，公司就已經幫你扣起咗呢個錢，所以咧公司只不過係做一個預扣嘅動作，去扣起咗你個錢，然後幫你繳交。咁實際上咧，呢個錢咧係你自己俾嘅。就並唔係公司幫你俾，實際上你會覺得係公司俾，但係實際上公司亦都預扣咗你嘅錢嘛，所以只不過係左手右手嘅問題。咁所以再講多次啦，呢份嘢市民稅啦、森林稅咧，呢個錢咧係由你個人產生嘅薪水按比例而發生嘅，而呢個錢咧係公司代幫你繳，而呢個錢咧係你自己俾嘅，所以唔可以入公司經費。好啦，今日就講到呢度啦，咁歡迎收睇稅務的事啦，我係阿的，多謝晒，拜拜。